真係睇到眼火爆啦！喂，羅冠聰、姚松炎、長毛、劉小麗，你哋仲唔係擺到明干預司法？哇，同民陣一齊開咗個記者會，個訴求居然夠膽叫啲市民出嚟遊行，逼政府撤銷對你哋4個人嘅 JR， 咩世界呀？你以為政治可以凌駕法律㗎？你哋幾個人唔想被法庭裁決，唔想個結果係你哋可能被 DQ， 就可以叫人行出嚟要挾政府，咁樣仲唔係無視法治？講起火都嚟添。最令人眼火爆嘅，咪係羅冠聰咯！你大聲話自己被打壓，叫人聲援你，但明明喺宣誓度，你就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個國字變咗音，搞到成個移民句咁。好，你話啱嘛？自己講嘅只係自決，同港獨係唔同嘅。咦？點解有個台獨政黨又會喺 Facebook 度大爆料，講到明邀請咗你同埋姚松炎、朱凱廸、黃之鋒呢幾個人出席一個主題係自決力量嘅論壇嘅？講真，個題目擺明係講自決，仲要係台獨分子搞嘅。喂，大家好難相信你羅冠聰唔係口講一套，行動就另一套㗎噃。咁公然同台獨人士交往，哇！啲人都會質疑你係唔係真港獨㗎喎，係嘛？咁樣嘅話，又點會令人哋相信你嘅宣誓係真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呢？咪玩啦！一句到尾，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。你哋4個宣誓有冇違法嘞？唔係自己講咗就算，亦都唔係叫人遊行施壓就要挾得到嘅，交俾法庭裁決咪最公道咯。香港市民絕對唔會接受任何人干預司法，唔該你哋收手啦！